如承諾所言，今日我想講下點樣轉換對話。如果你已經開始咗同某人嘅對話，嘿，你好嗎？我好，多謝。你呢？我好。家庭點啊？生意點啊？有咩新鮮事？來來回回，來來回回，來來回回。所以有人問我，我可以進行正常對話，但點樣轉到產品？點樣轉到生意上？點樣可以轉換對話，令佢變得盡可能輕鬆，盡可能自然？譬對話中第一件要做嘅事，學識點樣問問題。問問題比起提供事實好得多。如果你選擇問問題，喂，你健康方面有咩新鮮事？你仲有冇做運動？你服用雜魔補品？為咗你嘅運動，你有冇做啲咩準備運動？你做完運動之後有冇做啲咩？你有冇用過奶昔？你需要能量嗎？你係咪想要更好嘅睡眠？我對睡眠有困擾，但我揾到咗解決方法。我下午能量不足，但我揾到咗解決方法。我揾到咗最好嘅運動前解決方案。我揾到咗最驚人嘅餐替代品。我揾到咗一個方法可以增加我飲食中嘅蛋白質，而且呢個方法同我嘅生活方式相符，而且味道仲好好。睇下，如果你開始呢啲類型嘅對話，佢哋會問你用緊咩？你做緊咩？係咩令到呢啲咁好？所以如果你開始講關於創業或者健康嘅嘢，你能看見門是如何打開的嗎？而家如果有人打開話題話，我對我嘅運動前飲品有啲厭倦，或者對我嚟講太多，或者其他咩嘢，我說好吧，我已經進行了賽前鍛煉，這太棒了。係啊，你想了解多啲嗎？我可以發個連結俾你，你可以睇下，好唔好？或者任何呢啲類型嘅嘢，你可以提到佢哋問你最近點啊？幾好，我瘦咗10磅，我而家健康啲，我嘅營養改善咗。佢哋會問你點做到嘅？咁而家就有機會可以講呢件事，你明唔明？所以如果你問啲好問題，等機會出現，咁你就可以成為提供解決方案嘅人。我一直都係以顧問嘅方式，而唔係銷售員。我會問問題去了解嗰個人嘅狀況。你生活上有咩事發生？你健康上有咩事發生？你嘅健身有咩事發生？你嘅生意有咩事發生？呢啲類型嘅問題會打開大門。當呢啲門打開嘅時候，你可以入去話我有啲嘢。你想唔想睇段影片去了解多啲？我有個專家朋友可以同你講多啲。你可以開始用第三方資源去教育嗰個人關於你嘅解決方案。我意思係，如果係朋友，佢哋用緊啲運動前補充品，假設例如咁就話，嘿，輸下我嘅運，試下我嘅，呢度有個連結，試下我嘅，唔單止對你嘅運動前補充品有好處，仲可以支持我嘅生意。點解要支持超市或者你買運動前補充品嘅地方？支持我啦，而且我嘅仲好啲。或者你知啦，佢哋想減肥，你可以試其他嘢，或者試下佢，試一試，係啦，呢樣嘢可以打開對話嘅大門。好，咁同你嘅領導層傾下，睇下根據你嘅 DMO 同埋業務流程，咩係最好嘅轉型方法？咩喺你嘅國家、你嘅地區、你嘅團隊有效？係啦，睇一睇，成功會留低線索，所以就係咁。
如果你問啱嘅問題，佢哋會打開大門。他們可能會問你：你存在做康寶萊的事情嗎？你仲參與緊嗰個網絡營銷嘅嘢，而呢個就打開咗教育嘅大門，係咪？或者如果你講下你有啲咩成果，呢個就會打開大門，等佢哋問你點解你做到嘅，而呢個就俾你一個機會去教育。而家喺生意方面，再一次問問題會幫你轉換話題。我會俾你我最中意嘅一個問題：你有冇試過自己創業？生意你有冇試過自己做嘢？因為無論佢哋點答，我都有解決方案。如果佢哋話係，我有，咁進展如何？我有方法幫你。如果進展得好，太好啦！你有幾多個地點？我淨係有一個。點解？我有5個地點。你喺幾多個國家有業務？淨係一個。點解？你可以擁有全世界。因為你有冇解決方案去應對呢啲問題？如果佢哋創業但失敗咗，你有冇解決方案俾嗰啲有創業精神但冇合適工具嘅人？或者如果佢哋冇創業，你可以問佢哋點解你冇開始？佢哋會俾你一個清單，然後你喺 Herbalife 業務中有解決呢個清單嘅方案。明唔明我嘅意思？咁你有冇諗過做創業家？你有冇諗過為自己工作？你會唔會一生都做緊而家呢份工？你係咪揾緊啲唔同嘅嘢？你知唔知？你甚至可以傾下。我見到全世界嘅人都想為自己工作，你有冇諗過咁做？呢個係你會考慮嘅嘢嗎？如果有人喺佢哋嘅工作上真係好叻，喂，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？你喺你嘅工作上好出色，但我一直覺得你係一個有更大願景嘅人。呢個係咪暫時嘅？當你喺籌劃你未來嘅計劃時，你有咩選擇？你喺揾緊咩？我有個解決方案，可能適合你，唔適合，但係你願唔願意睇下？係咪？由一個曝光到另一個曝光，但係幫助教育，轉變會嚟。無論係產品定係生意，無論邊道門打開，佢哋可以透過問你一個問題嚟打開呢道門，你可以透過問佢哋一個問題嚟打開呢道門，或者你可以去揾佢哋話：嘿，我好享受我哋嘅對話，過去幾個星期重新聯繫真係好好。我有啲嘢唔能夠唔諗，我參與咗呢個生意，我忍唔住諗你可能會，呢個可能適合你。我可能係瘋狂，叫我瘋狂，但我至少覺得我需要同你傾下呢件事。如果我寄啲嘢俾你，你願唔願意睇下？我哋一齊去飲咖啡，我哋一齊去食午餐，我哋會討論，我哋會上傳。我可以同你分享我有嘅嘢嗎？如果我介紹你俾我嘅生意夥伴，你會唔會聽佢哋講嘅嘢？所以有時佢哋會打開門，有時你會打開門，大部分都係由問題開始，然後揾線索，揾佢哋生活中想要嘅線索，然後睇下你可唔可以幫到佢哋，了解多啲你喺 Herbalife 生意中擁有嘅嘢。呢個係真相。你擁有最驚人嘅產品同最驚人嘅生意，佢哋只係仲未知道。所以如果你開始多啲對話，保持佢哋進行，揾轉折點，然後利用嗰啲轉折點去教育嗰位潛在客戶你擁有嘅嘢，好嗎？唔好期望自己完美，造反正常。如果你跌倒係正常嘅，如果你唔係所有答案都有，係正常嘅，冇問題。只要參與呢個過程，使用第三方工具，依靠你嘅上線領導支持去幫助你喺呢個過程中，好嗎？如果你卡住咗，介紹佢哋俾其他人認識，創建一個小型三方對話，創建一啲可以有更好跟進機制嘅嘢，俾個個人有機會了解你擁有嘅嘢。
好，所以呢啲係啲關於轉換對話嘅建議，專注喺呢方面，練習呢方面。我明日再見你。